避風塘一直以嚟秉持真誠專業嘅精神，分享生活資訊、美食情報。而家我哋再行前一步，同大家介紹避風塘全新生活資訊平台 Starfish， 多元化媒體內容，多渠道飽覽資訊。繼續有引起關注嘅鯉魚門郊遊徑，帶大家深入鯉魚門每個角落，感受漁村入邊嘅風土人情同埋自然風光。當然仲有唔少得全新節目環球海鮮遊，深入世界各地嘅海鮮市場，了解唔同地方嘅海鮮行情，親身嘗試分享值得一去嘅旅遊景點。全新 podcast 節目環球海鮮遊團友分享會，幕後隨團成員分享旅程亮點，暢所欲談，更詳盡分享環球海鮮遊嘅行程體驗。我哋嘅專欄繼續有早已經引起熱話嘅健康蔬菜指引、香港的海鮮如何來同埋海鮮小百科。其中海鮮小百科將會迎嚟 2.0， 介紹更多唔同種類嘅海鮮，點樣揀海鮮，乜嘢烹調方法最適合，同大家一一分享。仲有這是我的漁村故事，分享昔日漁村生活，舊時喺避風塘成長嘅經歷。Starfish， 品嘗新鮮美味，品評專業真誠。